后来继续来看台南的万年殿，准备造就绕境，目前是赶速度咧整修王船，讲用冰片木做船骨，是这个王船上大的特色。台南市南区万年殿目前正咧修理2台古王船，这修理古王船要有相当的经验甲功力。这个王船的修理师傅要修理南王船的时，准备要出这个船殧，发现讲梁骨拢已经凹去啊。有时的即寡这个木材，我已经换掉换新的，互伊较坚固。啊，过来后壁就是上较重要的，阮已经迄个殧就是王船的梁骨啦吼，要换掉。王船换船殧要用严肃甲虔诚的心来进行。这王爷看的日子，袂使甲耽误掉。王船整修后，将由信众做伙牵引出船，沿二人溪下游南北岸的自乐游景祈福。这毋但有历史文化的价值，嘛代表庄仔头之间的好情谊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